总统赖清德今仔日的国庆演说嘛，宣布新的国防预算，当中上届受注目的，就是要打造台湾之盾，加强咱的防空系统。另外，伫咱咧庆祝国家生日的时阵，中国侵扰油源是无停歇。国防部是侦测到中共17座军机军舰出现伫咧台海，咱的国军拢有监控。加速打造台湾之盾，推动建构台湾分层防御。应对敌情的威胁，总统赖清德伫双十国庆宣示新的国防预算要达成3大目标，包括引进 AI 高科技，持续投资国防创新科技。嘛头一届宣布要加速打造台湾之盾，外界解读应该是中科院进前甲美商诺斯洛普格拉曼签署合作备忘录，打造整体作战指挥系统 IBCS， 目的是整合国内外防空飞弹。每一种飞弹它只有是单独的雷达跟单独的一个作战系统，会变成高空跟中空、低空没有办法去做好一个联合作战。那如果我们能够去引进这套系统，或者成功的打造台湾之盾的话，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在当敌人攻击我们的时候，能够甚至是透过中央或 AI 的运算，让我们有更有效率的一个进行飞弹拦截？中国93阅兵展示军事实力，有真侪款新型飞弹强吓印太区的国家。罗总统这个时阵话声要建立台湾分层防御，反制意识震动。学者分析，令台美未来完成 IBCS， 有希望踏入中科院伫国防展公开的强攻飞弹，捍卫国空；爱国者系列飞弹，国家天宫3飞弹，负责中国空防御。若是天剑2飞弹，也加向美国购买的 NASAMS， 是负责中继空的防卫任务。那超低空的部分，则会有刺针飞弹，以及未来就是国人所研发的这个雷射系统，以及从国外引进的类似雷射系统单纲。台湾打造正密的防空火网，抵御中国飞弹威胁。中国伫咱双十庆典故意起事，七十透早6点40分，海巡掌握中国海警船无开准驾自动辨识系统，用暗船的方式冲入来咱东沙海峡，台南南专停监控强势赶走。你未经许可进入我方水域，你的行动已影响我国海域秩序及安全，请立即转向。中国唔但伫东沙海峡伫无明海的区域扰乱，嘛伫台海有军事动作。国防部发布查到中国17机舰伫台海出现，国军严密监控应处。记者采访报道。